那陆主就这样子告别了刘祖下山了。就走着走着，想着外面安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先回到山东去找妹妹吧。所以他就决定回到了山东济宁家乡去找了妹妹，回去投靠。那回到家乡之后啊，因为已经20几年没有回来了，家乡跟以前的都不一样了，所以他到处问了说妹妹住哪里啊？结果呢，在观音庵内找，证实老母所说不假哦。好，那两个人呢、花了一点时间才相认出来，毕竟已经20几年没见面了嘛。那既然好不容易找到了妹妹，当然就要引渡妹妹啊。陆祖的妹妹叫做陆中杰，那被后人称为老姑奶奶。好，那这位陆中杰老姑奶奶也是有根基之人，所以啊，当陆祖在跟他谈修道办道普度众生的事情啊，这老姑奶奶也是非常的肯定，愿意一起参与大道，所以呢，马上就在家里开设了佛堂。那而且他的2个儿子呢，后来也都领命成为点传师，分别是陈大老师还有陈二老师。那陆祖他自从他领命之后啊，就开始弘道，所以在短短的20年间呢，他的弟子就增加到了数千人之多了。那祖师考到，但陆祖呢，他在后来年纪大的时候，他生病了，他患了噎食症。噎食症就是他吃的东西啊，吃的任何东西会马上吐出来，因为是一种这个反射动作，所以他吃不进去。可是，在当时民国14年的时候，陆祖他认为他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所以他就利用他这个噎食症来考他的徒弟，所以他就把他的徒弟招为无持戒修道术士，一切顺天命行事，如今落得幻智绝症，可见此道不真。今后大家自行取决成途，不必坚持修道。说完之后啊，就叫厨房去买了猪肉，买了好多好多猪肉，买回来之后煮一煮，就叫众徒弟分下去吃。好，那刚开始大家当然不敢动作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们都亲口读书了，怎么可能去吃眼前这一盘猪肉呢？陆祖啊，为了让这件事情看起来比较真实，所以他就夹了一块肉放进自己的嘴巴里面，叫弟子们趁热吃。可是陆祖他因为他有噎食症，所以他实际上没有办法吞下那一块肉。在场的弟子啊，看到陆祖就开吃了，那弟子们认为我们要尊师重道，我们不可以忤逆祖师，所以就跟着吃了。那这一场考验啊，就考倒了很多认道不清的徒弟呀。好，不是，所以是要认真实修，不是说祖师叫我做什么，明明是不对的事情，我就这么做了。而且当时那个师尊也在场，那师尊当时已经是8大领袖之一，但是他是年纪最小的那一个。师尊他了解祖师是趁这个机会在考道，所以啊，他就说自己肚子痛，肠胃不适，不能吃东西。以这个理由呢，就这样子通过了这一场考验，就这样洁身守道，通过了这场道考。那我们陆祖他考到不久之后呢，就在民国14年的2月初2归空，享年76岁。他当时呢归空的时候是鹤发童颜，就是后学在刚刚第一张图照片，白色的头发，但是他的脸呢看起来就跟孩子一样纯真，他没什么皱纹，这也是他修道的印证。那陆祖在1天之后蒙为皇师，自封为阴公祖师。
那意外是候选跳一下。刚刚我们就完成了外两个，接下来候选想分享的是师尊。师尊他姓张，名回生，字光弼，他为东方后第18一样是山东济宁人，跟父祖一样哦，不同的家乡。那相传呢，师尊啊，他的外貌有异象，跟我们一般人看起来不太一样。师尊呢，他是体